美国总统出行竟遭遇恐怖分子的袭击，极度难看的窘态必定会成为他终身难忘的经历。而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呢？虽然不知道总统是否还清醒，但尼克·福瑞还是在他的耳边小声提醒，千万不要再相信罗德上校，眼下不知道谁还是可信之人。于是尼克寸步不离地坐在手术室门前。反观斯克鲁人这边，因为刺杀行动的失败，开始人人自危，他们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怪在了策划者格拉维克的头上。面对同类的质疑，格拉维克也马上做出合理的解释。大家看着自己推举出来的首领残暴不仁，斯克鲁人觉得大号已经是废了，不如换个小号继续练。趁格拉维克没有防备，几人一拥而上，准备彻底删除大案，以免后患无穷。可他们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对方。背叛令格拉维克发狂，为了杀鸡儆猴，他当着众人的面处决了最后一个幸存者。与此同时，军情六处的索尼娅向上司汇报工作，靠近后却拿枪指着对方的头。他一直调查隐藏在政府高层的斯克鲁人，看着假上司的身份被揭穿，赶来的安保马上明白了索尼娅的用意。看来斯克鲁人的伪装也并不是没有破绽，可此时才发现早已为时已晚。贾罗德赶到医院准备面见总统，正好被尼克·福瑞拦截。但在来之前，罗德已经把尼克枪杀希尔的视频公之于众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该逃的人是尼克·福瑞。即使尼克心中有万马在奔腾，可如今他百口莫辩，也只能选择离开。通过贾罗德的一番挑唆，总统愤怒的火焰瞬间被点燃，这也意味着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要开启。痛失父亲的加雅找到希拉，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安葬塔罗斯，结果他们却遭到人类的偷袭。想必这些人是贾罗德派来灭口，因为希拉并没有听从命令杀了尼克·福瑞，但他们没想到希拉会和加雅待在一起。身为同类又都是女性，他们仿佛心有灵犀，彼此的动作和意图都能完美的契合，默契程度令人惊叹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经过精心排练的一样，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攻击体系。等待时机的尼克接到格拉维克的电话，对方要求尼克交出复仇者成员的 DNA 样本，否则地球将不复存在。紧接着，一位俄罗斯老头接受海关安检，其实老头就是尼克·福瑞，而他用的易容面纱高达10亿美金。$1 bill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, and all the widow's veil can cloak is your face. 美国队长2中瓦解就是用他潜入的神盾局高层。漫威不光拍戏烧钱，就连剧中涉及到的道具都比较昂贵。路上，索尼娅询问尼克为什么不召集复仇者回来平事，尼克却说只是私人恩怨，不能什么事都去麻烦他们。因为当初斯克鲁人是吃了他画的大饼才来到的地球，并且事情的起因也是因为他事先收集的 DNA 样本，所以这次入侵的本质尼克也有责任。取回样本，尼克换上祖传的大衣和眼罩，这意味着结局的大战即将开始。但在出发前，尼克拨通了一个电话，电话的另一头又究竟是谁呢？